以為咧計啱晒資產收入實批啦，錯得好緊要。有5個陷阱，你踩中咗任何一個，足以令你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。即刻睇下有冇中招呢？申請之前，如果突然間轉走咗啲資產，社署係有權抽查你多年嘅記錄㗎。一旦被發現係刻意隱瞞嘅話，唔單止申請會被拒，分分鐘仲會被追究㗎。你有冇試過喺申請之前急急腳咁樣轉走咗啲資產呢？陷阱2，搞亂晒啲家用同埋投資回報。記住呢條公式，仔女俾嘅家用咧係本金，係絕對安全嘅。假設你將呢個家用當咗一個本金去做投資嘅話咧，收翻嚟嘅利息或者係回報就係等於收入噶啦。咁申請嘅時機係要幾時呢？好多人都以為係越早越好，但係其實呢係只可以喺你合資格申請之前嘅1個月去進行申請嘅啫。如果你交表交得太早嘅話，可能只會石沉大海，唔會有回音噶。社署咧係睇你全球嘅物業，無論喺內地嘅組屋定係喺外地嘅車位，唔申報都有機會好大件事。最後一個伏，記得咧安老按揭拎出嚟嘅錢係唔計入息噶，但係如果你將呢啲錢留咗起嚟，唔覺意累積咗呢，就會成為資產噶啦。咁頭先講嘅所有陷阱呢，其實都係跟足翻社署嘅一啲指引啦，同埋真實嘅案例。最穩陣呢，一定係自己打返去呢個熱線35950130問清楚啦。檢查完之後，如果發現自己唔小心踩中咗，又或者因為資產超標，千祈唔好灰心，因為正就係為咗幫你已經踩界嘅朋友，或者係超標嘅朋友，我哋準備咗下一集，專門教你社署都認可嘅合法方法，重新整理返你嘅資產，合資格咁咪可以攞晒呢4250蚊咯。下集見。